继续来看这个宜兰的高铁站到底要设伫倒位，一直拢无法度确定。本地是有4个方案，其中方看做是可能性上介悬的4城站，因为离市区伤远了，引起着县民的反弹。为了要解决这个争议，即摆阁提出着2个方案，分别伫个宜兰站的南平，甲这个宽市东路台九线的附近。交通部讲，一旦确定，就会对外来说明。 在这边，我跟厝拢爱听，我每个厝拢爱听。设在哪里都没有关系的。现在家，对我来讲，哇，解开了啊。四城民众看法无共款，宜兰高铁站要设伫倒位，即马超未拄好，不管伫倒位拢有争议。本来4个高铁沿线宜兰站的选址4城站被当作是上可能的，因为离市中心较远，引起民众的反对。交通部即马又有新的方案。 宜兰高铁站候选的所在，佫增加2位，伫本来县政中心站北边加一个宜兰新站，甲县政以南的新方案。新增加宜兰新站挖宜兰车头，另外县政以南的新方案是伫宽市东路甲台9号线附近，佫较挖县政中心，即免拆人家厝。到底这个站要设倒位较好？听讲受到派系斗争的影响，宜兰市长有出面回应。大家提出来的意见都是要为了 站址的选定成为最佳方案所以没有所谓的派系斗争及角力的一个问题。候选的所在愈来愈多，到底倒一个地点上界适合？这嘛，互中央甲地方真伤脑筋。